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廈租售數據同埋矚目買賣成交。5月份商廈買賣成交宗數約70宗，按月上升37.25%，按年無升跌。成交金額約11億9500萬，按月下跌38.88%，按年上升21.9%。至於租賃方面，5月份嘅商廈租賃成交宗數約518宗，按月下跌0.58%，按年下跌11.3%。成交金額約4738萬，按月上升7.83%，按年下跌25.78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5月份，港島區整體空置率11.27%，按月下跌0.13個百分點，按年下跌2.32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港島各區嘅數據。按月上升0.28個百分點，按年下跌0.6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九龍區各區嘅數據。我哋再睇下5月份5大矚目商廈成交。第5位，中環美國銀行中心16樓10至12室，面積約2420平方尺，成交價約5120萬，平均尺價約21,157元。第4位，金鐘遠東金融中心47樓01室，面積約2780平方尺，成交價約6116萬，平均尺價約22,000元。第3位，尖沙咀東南洋中心一座8樓01至03室及儲物室 S1， 面積約9200平方尺，成交價約6164萬，平均尺價約6700元。第2位，北角嘉華國際中心23樓全層，面積約13498平方尺，成交價約1億8000萬，平均尺價約13335元。第1位，灣仔鴻翔中心1至26樓連天台，面積約35104平方尺，成交價約2億2500萬，平均尺價約6410元。想睇到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可以登入我哋嘅中原工商鋪網站。